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国内义务做兵恢复做1年，第一梯次为1月25开始施行。新兵训练2个月，爱走500公尺障碍，夜间射击，佮爱牵手榴弹。训练考试若无合格，就要加留1礼拜训练。若过无过，就领袂到逐个月1.800块的押金。1年期义务役25正式上路，今年按算订入9127个人，陆军负责接训的有7514个人。头一批670个役男会展开8礼拜任务的训练，分4阶段进行，加入500公尺障碍、夜间射击等训练的项目。也若成分上较重要的是肌肉检测，有关役男的薪水，展开体能战斗技术、步枪鉴定射击，3天2暝连续综合战斗训练。役男若是无合格，会留训1礼拜来补测；若是阁无合格，就无法度摕到每个月1.800的专业加级。下部队之后，他由他的单位的主管会持续的管制，每个月的驻地成效验收会实施合格签证。什么时候合格了，什么时候他才能支领他的专业加级。尤其新训的课程，踏入手榴弹、实弹的练习，对役男来讲危险性无低。针对这点，国军强调讲，会照步来，为基本的姿势、步骤原理开始训练，再搁用闪光、音效、甲枪演相关的设备来模拟练习，而且做心理素质的评估，选出适合打手榴弹的役男。你有投掷，你就会有一定的配比的分数。过去经验这个比例大概多高呢？在90%以上。也若以专长训学的方式，会伫新训第6礼拜，以役男所学的专长甲证照参加专长评选，麦当自愿选择推荐部队。外界关注敢有机会操作气舰飞弹甲无人机。仿装甲的火箭弹、野战防空的飞弹，包含无人机等等，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一定所有人都学习无人机，或所有人都学习轰制火箭弹，它是要按照他的编制、职务专长来实施训练。国防部强调讲，役男伫分发落部队进前，新训上过阶段，就会当摕到战斗个人装备。1年期的义务役，役期要是当拄，高中的课程会当拄7天，大学是15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